花西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台湾，伫个肉扫饭大战了后，搁来引发着一场杀肉鱼之战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参加着美罗港杀肉鱼文化节，大大来学了着美罗的杀肉鱼甲杀肉鱼丸，是全台湾上好食的。嘛再一次向台南市长王伟摕来下战书，讲即届换针对杀肉鱼来拼一个关价。台南市长王伟摕马上来回击，讲台南的杀肉鱼的产量是全台湾上多，食法嘛上多元的，无咧惊啦。搁来回呛讲，上好是找家己的嘛做伙来大会战。杀肉鱼肚煎好赤赤，各用淡薄仔姜丝，这个煎的鱼肚甲鱼皮清汤，是真侪高雄人爱食的料理。然后就吃起来比较软嫩，口感特别。高雄的杀肉鱼好食，唔那市民安尼讲，市长嘛挂保证。我们高雄的虱目鱼是第1名，好。参加美罗杀肉鱼文化节，伊甲台南市长王伟摕下战帖，迄名王伟摕市长伫面册顶面就铺影片，煎伊上爱鱼肚。有咯。台南人食鱼丸啊，你看偌澎湃，为卤鱼头、鱼肠、杀肉鱼的烟前、鱼肉糜，食法是全台湾上多元的。时节到台南有这个生理人发挥创意，用在地杀肉鱼的鱼肉糊粉煮过了，做成这个料理。很特别，是用炸，所以吃起来就觉得很顺口。但我这有点纳闷，为什么高雄市偏偏要挑台南市的强项来跟我们 PK 的？如果要邀台南市之前，可能也许要邀一下嘉义县的翁县长，因为第一，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都是虱目鱼的大产区。那台南市长好，跟嘉义县好，他们要拼都是拼第2名。为着拼经济，高雄、台南市你来我往，以鱼为友，嘛为城市美食做行销，创造为题。